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陳冠龍中醫師。今日想同大家探討一個影響好多人嘅問題，就係退化性關節炎。乜嘢係退化性關節炎？簡單啲嚟講，就係因為關節中間負責緩衝嘅軟骨長期受到磨損，導致發炎、變形，甚至出現一啲骨刺增生嘅退化疾病。大家可能覺得呢啲係一個好平常嘅病，但係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啊！因為原來統計顯示，有一半嘅香港人都患過呢個退化性關節炎嘅。咁點先可以知道自己有冇患呢個退化性關節炎呢？我哋就要留意下以下嘅症狀啦。第一，你會唔會起身嘅時候關節感覺到僵硬同埋疼痛？行樓梯或者踎低嘅時候，會唔會覺得越嚟越難呢？仲有，你關節活動嘅時候，會唔會聽到一啲唔正常嘅摩擦聲？如果你有呢啲症狀，你就係一啲高危嘅人士啦。但係要特別留意嘅係，最新研究顯示，如果你不幸患上呢個關節炎嘅朋友，即使係通過飲食或者係減肥，甚至係做手術，原來對呢個病咧都唔係太有效嘅。咁到底要做啲乜嘢先可以緩解呢個症狀呢？開始解答之前，就要同大家講，退化性關節炎係有幾常見。根據統計，原來一個人一生入邊有40%至50% 嘅機會，膝頭哥咧會發展成呢個膝關節炎嘅。而更加主要咧係影響你一啲承重嘅關節，例如膝蓋、髖骨同埋一啲脊椎等等嘅。所以身體過重嘅人咧，患上呢個膝關節炎嘅機會係比正常體重高出5倍，甚至係有多㗎。另外，如果你曾經膝關節受過傷，例如整親你個十字韌帶，或者係骨折，或者係滑雪嘅時候咧，傷到你嘅側副韌帶嘅話咧，咁你出現呢個退化性關節炎嘅機會咧，係比平時咧大7倍有多㗎。而且隨住年齡嘅增長，發病嘅風險咧亦都會增加。咁退化性關節炎早期嘅階段咧，有啲咩症狀呢？通常患者嘅關節表面嘅軟骨會開始軟化，出現凹凸嘅磨損，而且上落樓梯同埋行斜坡、落斜坡嘅時候，都會覺得膝頭哥好痛。另外，患者嘅關節會出現一啲酸痛啦、紅腫啦、緊繃啦同埋疼痛嘅。而去到最後嘅時候咧，活動關節咧亦都會出現一啲唔正常嘅摩擦聲。咁如果真係有呢個退化性關節炎，我哋又應該點樣去醫呢？喺2022年一份退化性關節炎嘅國際期刊入邊發表咗一個大型嘅研究，比較咗17種骨關節炎嘅疼痛治療方法，包括藥物治療啦、運動啦、手術啦、飲食同埋減肥等等嘅。一共有445個臨床試驗。可能大家會諗，關節炎係因為太重啊，咁減肥咪得咯？但係原來研究顯示，飲食同減肥嘅效果咧，佢嗰個效果咧係接近0嘅。咁如果做咗手術，係咪更加係一了百了，乜事都冇呢？但係個研究又顯示話，原來做手術嘅效果咧都係冇嘅。咁如果西藥治療呢？研究就話，通常咧就會有一個短期止痛嘅效果。咁到底有啲乜嘢係一個有效嘅方法呢？咁原來咧，第一個有效嘅方法咧就係做運動啦。咁做啲咩運動好呢？我哋係可以做一啲有氧嘅運動同埋肌力嘅訓練。而呢啲活動同埋運動咧，可以幫助到我哋膝頭哥嘅肌肉力量，改善佢關節靈活性，減輕我哋關節嘅負擔。而第二個比較有用嘅治療咧，就係中藥治療啦。有一啲中藥透過一個研究嘅證實，係有助減輕疼痛同埋關節嘅功能嘅。例如邊啲中藥會有幫助呢？醫師會可能處方一啲獨活寄生湯，入邊包括有杜仲啦、獨活啦同埋桑寄生嘅。呢啲咧係有助減輕疼痛嘅。另外仲有牛膝，傳統用於一個關節僵硬同埋關節疼痛嗰方面嘅。而且仲有桑寄生，桑寄生咧就有一個抗炎嘅作用。但係大家要注意，使用一啲中藥之前咧，一定要諮詢專業嘅中醫師，確保佢嘅安全同埋有效性。一定要俾中醫透過一個望聞問切，好好咁樣診斷你嘅真實情況，
之後再對症下藥。大家千祈唔好自己亂咁開藥、亂咁針灸啊，到時搞壞身體咧就得不償失啦。除咗醫療之外，體重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因素，所以我哋要積極咁樣去減輕我哋嘅體重，減輕我哋關節嘅負擔。特別對於膝關節同髖關節，如果真係有關節嘅不適，我哋都係可以熱敷或者冷敷去緩解佢嘅。熱敷係可以放鬆肌肉，而冷敷咧就可以緩解一個急性嘅疼痛。如果真係擔心嘅話咧，就要注意下我哋日常嘅生活嘅姿勢，定期咧做一啲運動，減輕佢嘅關節負擔。雖然傳統嘅方法效果可能有效，但係結合幾種嘅治療方式，會帶嚟更加全面嘅效果。雖然退化性關節炎係一種慢性嘅疾病，但係只要我哋積極面對，通過適當嘅治療同埋運動，一樣咧係可以幫助到大家，唔會令到佢影響到我哋生活咁多嘅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助到大家更加了解呢個疾病。我係陳冠龍中醫師，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啦。